说话不算数。我是不是被骗了？你前面3局是故意输的，还故意拉长时间，每局你都打20多分钟，而且后面赢的那3局，你也是在故意拉长时间。哎，你带我闺蜜上星耀用了3个多小时，你带我王者几十星的号打排位都没那么久，你是个演员啊？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新英雄不熟练而已，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打了。真的？当然。那你用新英雄单排赢一盘，15个人头以上我就不回家了。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吧？毕竟我才打了3把，而且都输了。钻石局而已呀。啊，不打算了，送我回家吧，我不怕了。哎，我再试试。第4次果然好了很多啊！送我走吧。说话不算数。谁说话不算数了？我说你赢了我就不回家，但我没说我要住你这儿啊，我要去酒店住。本来活动方就会给我开酒店。怎么样，于老师？是不是只有你会骗人啊？草率了。快点送我走。我这几天都休息，明天陪你去活动现场。你明天休息吗？你不是周末老加班吗？所以前几天一直在赶工作，都没休息好。现在开车到你家要1个多小时，再回来的话要2点多了。明天一大早再赶去你那儿。你以前说我会骗人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看来以后我要做好心理准备了。饿了吗？吃点东西吧。我才不要吃你做的面。